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到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多，入来遮多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 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生一个宝贝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 欢迎收看《天天又开心》。今天要跟咱讲的是什么日子？今天什么日子？你敢知？什么日子？什么日子？8月8号，爸爸节快乐！爸爸节快乐！这两个早点来有啊？有啊，多谢多谢。啊，但是爸爸节嘛是讲安尼了。安尼就好啊。你也讲有看也无啦。对哦。但是爸爸跟妈妈，免个比呢，差伤济，差伤济。人家讲有伟大的母亲啊，那有人讲伟大的爸爸。对啊，少啦，上加送些陪大啦，食一顿饭安尼就解决啦。啊，那妈妈都无共款啦。爸爸这位大呢，因为印象真像山呢。啊，妈妈亲像海，妈妈搁较大。是啦，迄个妈妈爸爸亲像山，因为一个靠山啊啦。啊，都爱钱就找阿爸摕啊。讲真，那是啊，毋过你就加油啊。哦。那顶摆母亲节你就送恁妈妈一条破链无？哦，对。啊，伊去菜市拢会挂，互恁妈妈就行啦。我送你要带，我来菜市买菜。啊，你行到哪呢？啊，到阮的姑姑吼，就甲我送一条破链足重的。你根本安尼就唔对，做面子的啊。送手重啦，互伊挂到敢若挂牛做咧。哦哟，啊，无你刚才行头前，啊，海底后边喏。哦，安尼嘛是摸咧。是啊，所以讲有伟大妈妈，无伟大爸爸。嘛是有啦，因为一般吼细汉拢感觉爸爸就是去上班转啊，啊可能是有当时啊较忝啊，啊可能就较有威严，啊咱就会惊，所以就甲爸爸较无遐亲啊。无遐亲啊。嘿啊，什么我咱囝拢无咧惊我咧。啊，因为女儿无讲，因为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啊。但是爸爸跟妈妈一定系一个扮黑脸，一个扮白。一个黑面的，一个白面的。一个啊黑面就是妈妈，卡袂着就要安怎，要骂要安怎。妈妈是爱怀胎10个月，干那迄10个月时间就足辛苦啊呢，对不对？你做爸爸会敢体会得着？无错，对，迄要困吼，要困吼，安尼也毋是，啊脚会揪筋。我咱就是看阮某遐辛苦吼，我只教伊拍麻将。啊是哦。无啦，你讲今日某辛苦，年头一个，年尾关键搁一个。对啊，对啊，安尼较袂辛苦。大巴肚是无聊啊。这逐摆看到你来真啊，奇怪，那拢大巴肚。较袂拍巴掌。其实吼，我感觉不管是爸爸妈妈吼，其实拢伫咱的心目中拢是伟大。而且人讲，人毋是讲男主外女主内。啊，你讲妈妈伫厝里顾囡仔，啊爸爸出去趁钱，所以吼，不管是母亲节还父亲节，咱拢爱讲一句爸爸节快乐，妈妈节快乐，安尼。满足啊，满足啊。啊，咱即个和所有的爸爸搁较快乐一点，好不好？看咱轻松搁趣味的得叫。来，请。阿公，你做啊？你是安怎啦？你都唔知啊，我做一个梦哦，足恐怖的啦。安尼哦，无你豆豆讲你做啥物梦？无，我都忘记着哦，我娶如我做某啦。结果哦，如我对我足刻薄的啦，我日子过得足歹过哦，我偌可怜咧，我不爱结婚啊啦。啊，你对遐讲是做面梦的嘛？啊，梦都毋是真实的，啊，你是咧紧张啥啦？哎，你都唔知诶，人讲哦，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咱来做迄个梦吼，反正迄个梦就会实现，安尼我会惊了。哎呦，啊，你若无介意如花小姐，你就莫带伊就好啊，惊啥？啊，毋过。哎呦，我看吼，你是还袂困精神，较清醒咧。哎呦，会痛了。清醒啊吼？我精神了啦。不过你实在足严重的呢，为着这如花小姐的代志吼，啊，你安尼心情袂定。你好可怜哦！哎呦，什么叫好可怜呢？我即摆哦，我真悲哀咧。汤汤，你一定要到时办路啊来解救我。啊若无吼，迄如花因咧有乌道的背景，到时会有恶势力，啊叫我落甲带。啊我要安怎就好啊，汤汤，你要甲我斗解决啦哦，汤汤。我是要安怎甲你斗解决、斗想办法啦？
我想看嘛咧，这代志哦，我想到这个办法吼，只要你甲我配合，就替我解决啦。我嘿嘿嘿，办法。丽丽姐，把物件放在桌顶。如意小姐哦，丽丽姐，你请坐啦。哎呦，啊，你是安怎搁摕遮侪物件来啊？丽丽姐，这物件甲这束西装吼，是要互棍啊先生的啦。嗯？西装？是安怎会摕西装来？啊，西装当然是结婚要穿的。无啦，阮棍啊也无讲伊要答应，互恁姐姐娶啊，对无？啊，棍哥哥，敢真正无介意阮姐姐啊？阮棍啊嘛无讲伊介意如花，对无？那安尼，伊是安怎要对阮姐姐遐尼好？阮棍啊对你嘛真好啊！无法度啦，阮棍啊就是迄个性啊，拢人好啊，对无？谁知影恁姐姐如花会当作是阮棍啊咧介意？歹势吼，丽丽姐，喂，借我问者，棍啊先生敢有伫的？无伫的咧。你是毋通甲阮骗哦？不，我毋敢甲恁骗，阮棍啊真是无伫的啦。为着恁姐姐如花吼，倒强要和阮棍啊结婚，这件代志吼，伊安尼烦恼到袂食袂困，伊出去外口想办法，想看吼，这件代志要安怎处理，要安怎解决。无要紧啦，规日吼，还阁有一工的时间好好考虑啦。啊，阮会倒来厝的等恁的好消息。丽丽姐，阮是真正希望会当甲恁做亲情啦。恁好好考虑，你先来等。无啦，这物件摕转去啦。如意小姐，我参详的啦。哪有人安尼啦？人也无讲要同意要娶恁啊，恁哪会硬要逼人娶啊？即摆是要安怎啦？喂，是啊。有人来逼婚啊？系啊，靠人安尼啦！用逼婚是路用啊，阮棍啊无答应要做新郎啊，用这步的。要安怎？若即款代志真正我生目睭发目头一摆看到。我甲你讲哦，棍啊若确实无娶如花做某吼，对方一定会做出什么对伊不利的代志。伊是会甲阮棍啊安怎样？会安怎？用脚头想嘛知，伊对方是有钱有势、乌道的甲头哥呢，什么代志做袂出来？拢做会出来，安尼是要安怎？我甲你讲啦，较小心应对啦。我嘛是怨叹。确实，若讲有一个小姐吼，伊身家百万亿，要来我做我嘛唔知要安怎才好。你哦，你无迄个命。对啦，我无你遐尼低高啦。拜托，你啦，你开嘴合嘴讲是我的马子的，结果我若拄着啥物代志，你无要甲我斗解决，搁煞来徛官所看马相谈，你有良心啊无啊？良心你去互教部，要讲着良心哦。你吼，你的作风你就知，敢若沙龙巴士，满世界投袂搭，满世界放电，结果到尾啊，无爱人娶，你安尼知影，会伤着对方的心呢。迄是因自作多情的，当怪我的哦。袂当怪你，你若无安尼满世界放电做小狗，哪会袂当怪你？我甲你讲，迄是我生咧烟头飘撇，风度、笑度、角度拢有够，安怎你会赢未？切！要切？棍啊，你安尼自认问吼，一支嘴敢阿母卡声啊，一注，这时阵哦，你还无迄心情啊，甲喙讲。棍啊，你吼，为了这代志烦恼到要死啊！你还搁在放啊？你敢若无要无紧？免烦恼，我已经知影要安怎做。咩？你着有影吼想着好办法才通讲，无你是想要安怎做？我跟你讲，我明仔载要约如花出来讲我清楚。你的意思咧？我的意思就是要甲伊拖住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
就他人接着我的爱与情。啊一段呢，我会喊你，哪袂来啦？伊个会袂去咱的约会。哎哟，喊你啊，你毋着真来？哦。如花小姐。会长你好。你好。小讲你哪会家己一个来公园啊？我就一个当哈你啊。哈你？你即摆是带狗出来佚佗的哦？毋是啦，我是咧讲屯啊，我的亲爱的。哦，原来你是含屯啊有约哦。嘿啊。屯啊真正足好命，会当熟悉你哦，是伊的福气哦。足讲的，因为咱太有缘嘞。所以讲吼，迄屯啊，敢若我的白马王子嘞。哎呦！不，可惜迄只白马王子影响起来呀。哎呦，哈你啊，你是咧讲啥物啦？如啊，我坦白甲你讲啊，咱两个无缘啦，咱这世人无法度做翁仔某啦。你，屯啊，即马听你安尼讲，你毋落无想要带如花小姐做某？会长啊，讲实在啦，我已经我心所爱的人啊，所以我袂使脚踏双船心头乱纷纷啦。你心所爱的人是啥物人啊？就是我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的糖糖。如花小姐你好，我是糖糖。是你？是我。嘿嘿，如花，我坦白甲你讲，我接糖糖已经足久的，我嘛熟悉足久的。但是人讲皇天不负苦心人呐，人伊即摆吼接受我的要求，伊即摆吼要嫁我，所以讲吼，咱再见拜拜吼。嘿，如花，你唔好生气，你也生气，我今日闹上现吼。其实我来讲吼，你算吼有身家人，你有几百亿吼，你要娶更较好的嘛有，要娶更较好的迄个白马王子嘛有，所以讲我甲你祝福一下吼。如花小姐，我嘛祝福你。我唔相信，这唔是真的。我讲实嘞，如花，我你讲实啦吼。那我甲糖糖的代志吼，会长上了解，你若相信问伊啦。嘿啦，如花，我老实甲你讲啦，咱屯啊吼嘛足糖糖足真久啊，因两个会斗阵哦，无啥物意外啦。可肯定哦，是死条心哦，看别去爱别人啦。你，要甲我气气。哦，这工呢？公哥哥，喂，伊足伤心的，即摆要安怎啦？这无法度的，人讲两好相争啊，比如一伤啦，无要紧啦，代志也过落啊啦，吼，嘿。如我实在够可怜的，希望哦，伊会当提出勇气，坚强起来啊。早一日哦，会当找到伊的如意郎君啦。对啦。君啊，你就是利用阮孙仔糖糖，讲要甲你结婚，如何去死心？对，糖糖就是我上好的武器，假使糖糖解救我，糖糖多谢你哦。哎呀，听你讲白菜吼，伤害如花小姐的心，对。我心内感觉足歹势，足感君啊，来讲一个较实在的，阮糖糖对你安尼，你要安怎甲报答你？报答我也无啥物，我也一颗人尔，我只有以身相许啊。阿姑，伊大概拢安尼啦。较实在，爽过来。这如花遐尼有钱哦，你安尼甲伊放弃，敢袂感觉足拍算的？讲实的啦，迄百外亿吼，想要较拍算，但毋过我要考虑的考虑，我感觉讲吼，爱情甲金钱吼，我若选择金钱吼，到时候我甲伊结婚，两个之间毋较冤家吼，愈严重，这婚姻就无啥物意义啊。所以我要想想的，我只有选择爱情，甲我心所爱的人做伙，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，追求幸福的人生。喂，讲手莫在遐去。我咧讲，你这属于讲爱美丽无爱江山啊。对。毋过古早人嘛有即款人，甲爱美丽拢无爱江山。毋过即款的人拢无好买呢。阿姑，你慢慢安尼讲，迄阿公哥哥吼，伊追求家己的理想啦，莫甲破冷水。好啦，管你烧水啊冷水，管你对啊毋对啦，反正吼，这个人的作业就个人担啦，你家己负责。我知，我认为我选择决定是正确的。正确。喂，你阁有想从你遐开讲哦？哎呦，
喙笑目笑，代志处理好啊？啊，当然咯，恁小弟我偌巧咧呢，2、3句话如花就甲好起滴水，代志拢解决啦。不过我感觉哦，君啊，你莫欢喜了伤早呢，袂情袂就欢喜起来等。我是烦恼迄如花小姐，毋知真是放你煞。啊，放心啦，人讲哦，时到时长，无米才输番薯苦糖，伊若敢来，我就有办法应付伊。哎呦！你若等下，你较细腻的。你我来啊！你做诶事要创啥啦？哦，我求你啊！是你啦。阿公哥哥，你甲谈谈代志吼，阮姐姐拢甲我讲过啊。阮来遮是要祝福你。啊，要祝福我？哎呦，较早讲，我错一条。如花小姐啊，咱即马讲正实个啦吼，啊以你的身份吼，阮群啊真正配你袂过啦，对你无适配啦，啊害你安尼吼唔通欢喜，迄是阮较唔对啦。你吼爱送遮尔济礼物来，讲正实个，阮拢无拍开哦，拢搁原封不动，你随时拢会用搁搬倒。唔免啦，迄叫拖物件吼，迄也无算啥物啊，拢做互恁啦。哦，如花，好简单呢。哦，我唔知影你的腹肚安尼遮尔开阔呢，真正腹肚内面用个电池。你袂黑白想？哎呀，我就以前吼，互人半杀断气啊。什么意思？暗杀断气？一直说被抛弃。哦，叫放杀啦。对啦，所以讲吼，我嘛以前毛病啊，袂晓紧啦。亲爱哥哥，多谢你这阵仔吼对阮姐姐的照顾啊。阮知影吼，你扩建民宿需要资金，较出你也无去嫌，阮姐姐愿意投资你，完成你的理想。真是了。毋过吼，合作的生意，细节方面哦，足复杂的咧。你放心啦，你做厝代志吼，我拢无爱断。啥都断，无爱插就对啦。是啦，你就要安怎做吼，拢会知。安尼就无问题啦。这款投资方面哦，我足爱，这款股东哦，我上介意。对啦，照一寡红包吼，为着要报答恁这阵仔对姐姐照顾，所以吼，请你一定要收来。无啦，这红包我袂用收啦。这你讲嘛无讲不收咯，我哪会用甲你收红包？讲吼，这好个人做代志就是无共款，出去哦，拢是足大方的咧。出手大方的是因农业人啊，但是吼，伊红包收起来安尼歹势啦。歹势啦。嘿，你若唔收吼，我真正会生气哦。小姐，我一个如花小姐，你莫生气啦哦，阮拢甲你收起来呢。安尼就对啊啦。来，这大方哦！我真正有教会，我就要手单呢。我知。没问题。1、2、3，我的一颗心，唔是这首啦，不是这条。我还有别条嘞。我就对手的，然后哼，那一起吹，我亲，不醉一杯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来，各位乡亲，咱今日要跟恁讲的就是8月8号父亲节。这人咧讲哦，爸母疼囝长流水，囝想爸母树尾风。这什么意思？爸母的心情疼囝，这是应该久久长长。敢若流水个。嘿啊，若主想爸母，敢若树尾风。都敢若一阵风吹来，迄树啊安尼震动者，安尼尔都过去啊，哎呀。但是听起来真心酸咧。心酸哦。伊莫想咱莫久久长长唔才对。像讲爸爸节啦，像我哋囝吼，囡仔拢无时间通倒来食头路啦，还是讲搁吃啦，无用，无用通啦。但是你敲一电话总会使啊。对，咱听着就安慰啊。敲一电话讲爸爸节快乐，安尼就爽啊。对，甲咱关心者咱就好啊。是啊，免你哋讲寄钱啦，是啥物话？免。对啊，吼。像阮爸爸已经无伫咧啊，你想要敲电话嘛，无人会当给对啊，这个呢吼，就是讲主要用礼亲不在啦。所以我拢会甲阮2个囡
囡仔讲吼，即摆还佫有阿嬷，吼，着爱安尼为，莫讲逐礼拜啦，吼，你逐工你叫你卡囡仔，有时爱读册爱无用嘛，我着甲讲啊，无你着拜六还是礼拜，安尼敲一下电话，吼互阿嬷欢喜者。对啊，有人听咧讲吼，啥物手抱孩儿，才知父母恩。哦，你今日等你做人是大人，你就知哎，做是大人的可怜，迄苦心嘛，对无？所以人你讲嘛，疼囝是应该，毋是哦，毋是哦，疼囝是安怎？生囝是义务的，哦，疼囝，疼囝嘛是义务。啊那不好，不好是应该。哎呦，毋通啦，真嘛毋通安尼啦。哎啦，这么爱改啦。但是安尼我要学了我家己呢。哎呦，其实我嘛甲你一共款，我无爸爸啊，但是我嘛是逐工吼都会打电话给我妈妈。安尼后摆我做恁爸爸。好啊，那有啥物要紧？哎呀，叫阿姑啊，当咱爸爸嘛。所以这是一个讲吼，养成这个习惯，啊，妈妈就欢喜，伊还知影讲啊，咱伫台北，你做工课无去学派，然后就会固定这个时间打给他。对啦，互伊知影一个，其实是大人拢嘛是听囝心拢总共款。你趁钱、趁济、趁少无要紧，啊，做这个心，对啊，伊爱看着你，迄落身体健康啊，平平安安啊，这就是上大安慰啊。对，所以讲吼，安尼父亲节条咧轻松就好啦。是啦，对。啊，是讲实在啦，时间嘛过得足紧的呢，安尼咻一个30分钟就够到咯，要搁甲恁讲再会咯。哎，今日天天又开心咧，要祝福咱天下间所有的爸爸吼，咦，爸爸节快乐！我来献唱一条歌，麻烦你将我出暂时放暑假。虽然不是真的，嘛不是5百，想要祝你生日 Happy Life。需要恁的呼啦声，有恁的祝福才会有好心情。我心甘配一嘴来啉好干，今仔日你上大。我来献唱一条歌，祝福你万事如意一路花，恭喜恭喜！你若无聊，我头想要听，我来唱歌互恁笑哈哈。恁若有较好，我来献唱一条歌。